你怎么忽然不动了？正好团战电话。经过了1v1，你应该对王者所有的英雄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接下来我们开始3v3，但我会在你对面。你怎么能保证正巧能匹配得到啊？游戏里有开房间功能，我们可以各带2个电脑进行对战。我拉你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 Defeat. 我休息一下。你看，我们都带着电脑，兄弟一个上午加半个下午了。我们不开房间了，行吗？可以。那我们还是组队打别人去吧。我允许你在野区打怪不参团。我去给你倒水。开始吧，我组队了。不休息了。不休息了？休息什么啊？赶紧赢一下，我都快被你虐待哭了。欢迎来到王者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你用张飞也要去打野吗？抢你的钱，嘿嘿。学得不错。经济非常重要，但是要注意能不能抢，不要让队友发育不起来。哦。请求集合。来团战了，队友撑不住了。你怎么忽然不动了？正好团战电话。你不接吗？打完。哎，冰剑，进塔了。我的塔。我打个电话。我出去一趟，你好好练。夏晴也在上海工作吗？应该还在北京吧。应该啊。虽然说是应该，但是有些事情说不准啊。我会不会从明天开始没有老师了？